讲到台北银行上款，这国内外游客拢真爱去遐踅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伊就表示，拍算要试办，甲这银行上款规划做，干那会当保练的上款，禁止轿车、奥多拜出入。虽然在地上款发展协会保持正面的态度，不过当地里长也讲，安尼先会造成居民出入无方便，反对这个规划。就算落雨，台北市大安区的银行上款，也是有不少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咧踅街。为了友善踅街行路的空间，台北市长蒋万安算甲银行上款规划做专门予过路人行的上款，禁止车辆。但是当地里长讲，这会造成当地居民出入无方便，大部分里民拢反对。我们这边是所谓的叫做住商共荣，所以我们在1楼的店家之外。在1楼以上、2楼以上的，通通都是有居民在这里面，所以在这样的形态下，你如果把它封街的话，变成徒步区的话，我们的里民出入都会非常的不方便。上医院啊，干嘛之类的，我这100岁的很多，都是住在3楼的，你说这些人怎么办？里长指出，银行相关的人行道已经规划甲真好势，要行要拖行李拢真方便，所以反对市府的政策，认为禁止车辆颠倒会造成居民困扰。但是在地相关发展协会对银行相关只开放予过路人行，保持正面的态度，也建议分阶段执行。商圈的店家来讲的话。当然是欢迎啦，这个可能会一开始就是用周末假日，因为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考虑到这边的居民，因为居民的话，你如果说平常也不能进来的话，可能就会造成居民的一个困扰。需考量在地居民及店家补货等车辆进出的问题，将持续征询商圈理事长及在地里长各方面意见。会同交通局、都发局、大安区公所等单位妥善评估规划。商业处表示，银行相关去年耶诞节期间，有部分地区暂时封街办活动，禁止车辆出入，在地反应未歹。针对长期封街的规划，会继续收集意见。在地里长认为，并无反对暂时性封街办活动，但是长期固定性封街会对在地里民造成负面影响，并无赞成。记者王兴忠台北报道。